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高兴上帝再次聚集我们，一同来到了殿中来敬拜他。今天是我们的松年主日事工，是重阳敬老会。感谢主，让我们在家中、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福音的长辈，可以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一起来效仿，来奔走我们传福音的道路。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先一起来向神祷告。我们将我们心中的忧虑再次交托给他，将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再次交托给我们的神。求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今天再次的来遇见他，在今天神再次要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备那最美好的计划。我们将我们所担忧的都交托给神，也求神看顾我们今天的敬拜，都蒙他的悦纳。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的心来祷告。哈利路亚，父神，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主啊，我们将心中的重担、心中的忧虑全然交托，求主你亲自看顾，让我们今天敬拜都再次的遇见你。哈利路亚，父神，主啊，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掌管我们生命的一切。主啊，今天我们就要来单单的来寻求你，来赞美你。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火钻银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知明日将如何，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在乎。我虔诚虽经历水火，我快乐过有灾祸。但我主领导我路途，他宝血将我涂抹。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亲爱的阿爸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许多的好的事情跟坏的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但主，我们相信这一切的主权都在你的手中，唯有你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主啊，你必引领我们的道路，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虽然我们虽经历许多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主，你所预备的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安排，都是你最美好的计划。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开口赞美你，我们要大声的来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祷告
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再次来唱一次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早已经估计了，那看顾把确地恩主，必随我。随经历水火，我快乐，我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宝血将我渡过许多事。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哈利路亚！靠着耶和华，我们能胜过这世界。阿门！靠着耶和华，黑暗的权势都要破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满满的信心来宣告：主啊，我能胜过这世界。哈利路亚！全唱。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我能胜过这世界，因为耶稣在我心。哈利路亚！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先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教会
我有能力，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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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要居住的神清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新基督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居住的神清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新基督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宣告为主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让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主，我们的心要全然归给你，我们一生要赞美你的名。是的，主，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我们生命的气息都属于你。主要没有你，我们什么都不是。站在这里就是要全然的来敬拜你。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
举双手，扬声歌唱，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高举双手，扬声歌唱，一生念日，一生称拜，一切所有，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上，唯有你配得，耶稣，唯有你。是的，主，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耶稣，唯有你。是的，主啊，唯有你配得，唯有你。谢谢主耶稣，你为世人的罪付上了代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特别是主耶稣胜过了死亡，复活成为拯救的盼望。是的，我们每一位都在这个复活盼望之下的子民。我们在你面前，因为我们归属于你，我们相信你，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就一起领受这个复活的能力、复活的祝福、复活的恩典跟复活的生命。神啊，愿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也愿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展现。让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一切荣耀归于上主。感谢你，我们迎接松年主日，今天有我们的长辈松年一起在第二堂敬拜神，带领我们唱诗歌敬拜神。感谢主，愿神的恩典赐福也在他们身上。感谢主，让每一位我们都有美好的领受，从你的话语，从祷告，从仰望，从渴慕去寻求主你的启示跟祝福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两个人站着哈，我们一起来祈念主耶稣新的诫命。我们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恭颂上帝的话，圣经记载在2处章节。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上主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这样，人要因你蒙福。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们；诅咒你的，我要诅咒他。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接下来，我们请松年团契献诗，他们所要献的曲目是《圣灵的江河》。献诗后，我们请夏牧师证道，他所要传讲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营造丰盛生命下集。地里不真
前有一条活命江河，愿要真正来领受这个至宝。伫你面前，我充满喜乐安息，诚心请进来，温馨的这所在。你面前有一条活命江河，愿要真正来领受这个至宝。伫你面前，我充满喜乐安息，诚心请进来，温馨的这所在。真的江河直直流，一直流到这所在。我命的水泉不断流入阮心内，深深的江河一直流到无穷尽，愿要也真，愿要真心听你。圣灵的江河，伫你宝座前有一条活命江河，愿要真正来领受这个至宝。伫你面前，阮充满喜乐安息，圣神请进来，温馨伫这所在。圣经的中间有一条活命江河，愿要真正来领受这个至宝。伫你面前，我充满喜乐安息，诚心请进来，温馨的这所在。真心的江河直直流，直直流到这所在。我命的水泉不断流入阮心内，深深的江河直直流到无穷尽。愿要领一日，愿要真心听你。真的江河直直流，直直流到这所在。我命的水泉不断流入阮心内，深深的江河直直流到无穷尽。愿要领一日，愿要真心听你。我要领一日，我要真心听你。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的松年主日。我们知道前2天是我们的重阳节，教会都会在重阳节前或后来举行重阳节的敬老哈。那因为第1堂礼拜他们松年已经献诗又服侍了，那现在又在第2堂在献诗。今天他们献诗别有创意哦，他们还比的这个什么手语哈。因为他们在这里我们庆祝重阳节才有意思所以呢，我们最后呢，他们要离开之前呢，请我们70岁以上的长辈，让熊尼龙站起来，来让长辈还有马教授夫妇，还有我们的同工来在挂徽都站起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好，我们一起来喊一起来喊说。祝你智慧、健康都成长，谢谢。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恭喜每位。好，请坐。那牧师先在分享之前先做祷告，
然后他们就要先离场，因为他们唱2场了哈。哇，这个体力不错哈可以等一下到楼下去吃午餐了啊。好，我们来祷告他们要准备散场来。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松年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美好的歌声，也用手语来表达这首诗歌圣灵的江河这个美好的意识。神啊，我们教会有这一群长辈，实在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无论是刚70岁，或是已经90多岁，他们都是神的宝贝。愿神祝福恩典都跟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富强教会是被尊荣的，是最宝贵的，是神的恩典的子民，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跟福气。愿神赐福在他们身上，无论在工作，无论在家庭，无论在生活，无论在子女，每一位都被神所祝福，恩典满满。也愿我们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求你透过这些话语，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学习跟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接续这一系列的分享基督徒的自我形象。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结尾，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拥有属神思想来营造丰盛的生命。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再做复习。弟兄姐妹，我们再重新做一个复习跟确认，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渴慕神的思想。渴慕属神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一直去揣摩、去寻找、去寻求，我这个思考是神的思考吗？是神的思想吗？还是我个人凭我自己血气的肉体的想法？因为当我们有属神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梦想。这个梦想不是一个胡思乱想哦，这个梦想就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有能力去实现的一个梦想。那人类社会所以会前进，人类社会所以会成长，人类社会所以会成就，是因为有一群有梦想的人。当然有人会被称呼说这群好像一群疯子一样，或是有一群自己明明知道不可能还是往前冲的。但是因为你有动力，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能力是有值得付出的这个是我们一起从这个开题做开题来做学习，一起分享。那我们如果说从一般人跟人之间会有一个不同的思想观念，世代，比如说刚刚我们的长辈一定跟我们年轻人想法会不一样，因为你所经历的世界跟你的经验会产生差异，所以人的观念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有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至一个国家里面彼此会有那个种族的一个压迫，那更不用说政治观点，大家差异太大了台湾就是目前也是面临这种社会，那这个差异很大，有时候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就是这个磨合怎么去把它找到共通点。但是从我们的信仰当中知道，其实属世跟属灵的观点是人跟神的观念差异是最大的。因为上帝明明在圣经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起过，上帝的观点跟人的观点大概是所有世人的观点差异最大的部分。因为神已经明白跟我们讲，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上主的道路高过人类的道路，上主的意念高过人类的意念。好了，我们彼此意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大家彼此尊重那就过了对不对？台湾的各种族群政治理念不一样，大家只要彼此尊重，大家也不能够给你讲什么。但是当上帝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意了。上帝要这么说，因为上帝的意念跟上帝的道路是一个恩典的道路是一个祝福的道路，是一个正确的，是一个健康的，是幸福的，是美好的。那人怎么不去寻求呢？你不能说上帝你观念不一样算了啦大家各走各的道路，不是所以这个才是我们
基督徒所要寻求的。那我们怎么寻求呢？因为人夹在上帝之间呐，人的观念跟上帝的观念有差异，所以你会挣扎，到底要不要信呐？神的这样子教导我这样做，对我有损失吗？我做得来吗？所以，在操练我们的信心，神的思想是我们所要信靠、顺服跟跟从的。但是问题在于说，你眼前看不见，看不见那个明显，看不见那个确认，那要靠信心来成就。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我们说信心的起点，一个生命实现的起点。那这个不是靠经验，甚至要靠信心。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祖先的故事来做一点描述，或是说来印证事实上，属神思想它的转化在亚伯拉罕身上是一个高低起伏，好像那个股票的曲线一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不是一直一帆风顺，一直平顺的，一直都是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嘛，信心之父不是平白得来的，是真的一次一次操练，一次一次操练，慢慢才得到的。好，那我们怎么样看呢？这个故事我们就回到刚刚读的经文，创世纪12章第3节，这一个亚伯拉罕踏入舞台的经文呐。那一踏入舞台，就是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的父亲的家。”好了，要得什么福气不讲，要先离开，那这是你第一个挑战吗？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如果能够不离乡背井，那是多好，特别是古代。今天我们现代人到外地去工作生活，那是很自然的。我们的大学生要离开家，要到外地去上学，这个也都很自然，他那个习惯，因为现代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了，而且联络就没有距离呀，对不对？那当时要离开，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亚伯拉罕在故乡的背景，他的爸爸是雕刻偶像的嘞，对神认不认识还不清楚啊，那我怎么相信这位上帝呢？好，那这是第一个宣告。第二个宣告是神给他的应许，说：“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要大有名望，而且人要因你蒙福。”哇，这个4大祝福都来了。第一个先离开，第二个祝福要来，那你接不接受？你愿不愿意？顺不顺服？上帝来说：“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们；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们。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好了，这个是神给他一个简短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开始新的旅程，要开始了。上帝对亚伯拉罕这样说：“要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不只是离开，还要按照我给你规范的道路。”看来亚伯拉罕挣扎，要不要？这个福气是不是真的？这4个应许是不是真的会得到？他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很清确那怎么办？圣经说亚伯拉罕勇敢走向新的旅程。不过在一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啦。亚伯拉罕本来上帝说你要离开，等于是完全舍弃所有你在家里面东西都不要，就到新的地方我都要给你。但是他还是有一点保留，因为他带着他的家属，他还带着他们的奴隶，他带他们的家产一起离开。那就是等于是还是有一点顾虑，怕说到时候出门在外，如果真的没有什么资源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呢，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考验。什么考验呢？他们一到迦南地，圣经说当地发生了饥荒。糟糕，不是要带我到一个美好祝福的地方吗？头一个考验就是没有足够的饮水，没有足够的食物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犯了第二个错误，他对神还等于这个信心还没有形成呢哈。他想说，埃及嘞，埃及尼罗河那个流域哈，至少不缺吃穿嘛，那我们就全家再过去。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神应许的？他也没有搞清楚，就走了，就到了。你知道亚伯拉罕在埃及遇到什么难过的事？因为如果以当时古代的思想是，埃及就是一个罪恶之地啊，拜偶像的地方。你看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遇到最屈辱的事，因为他不敢表达他的太太，他竟然跟法老王说她是我的妹妹，表示说法老王准备要娶他的太太来当妾，但是他不敢表达说这个是我太太啦，不行啊，他就这样委屈了自己。所以神在带领亚伯拉罕的过程当中，他又遇到一个属人的思想，要保全嘛，先全家保全，不然的话，法老王如果一生气起来，我们全家就糟糕了。委屈在那边，在埃及成长，那好不容易，因为这样的委屈，他们在埃及有了一个收获，就是整个他们的经济什么都改善了。但是这一种感到人生最大的耻辱就在那边发生了，因为他不相信神，还不相信，直到后来又回到了迦南地，他才知道说：哎呀，我怎么那么的没有信心呢？所以一个信心的磨练就来了。这个信心的磨练表示他这次要勇敢的依靠神了，有信心了，因为他有新的眼光来看人生，所以呢，有梦想，重新开始。要靠信心来成就许多事，所以也因为这样，他开始才经过这样的一连串的一个征战，一个受伤之后，他才知道我要依靠神。所以信心真的是要一个经历，你有经历了，你才知道说我这个信是确实的，因为我们知道信心就是看不见的，你才算信心嘛，看见了就不算了。所以有一个故事是我们知道，在19世纪出名的一位，等于是孤儿院之父叫做乔治·穆勒牧师，在1800年左右，他创立了孤儿院。那故事怎么说呢？他是1800年在布里斯托担任传教士，创办孤儿院。他一生鼓舞人心，关于上帝在他所照顾的数千名儿童中得到了很多奇迹供应，谦卑见证到今天一直人在传颂他的故事。我这个故事有提到一点就是这个乔治·穆勒苏当时慢慢很多人欣赏他，所以就邀请他去培灵布道。那这个故事讲到什么呢？就讲到有一天，他要搭船到加拿大的魁北克来做培灵布道，但是那天的海港一片的大雾一片的大雾所以这个乔治·穆勒牧师就赶到他船上跟小船长讲说：船长我要从英国要到加拿大的魁北克来带领培灵会，这艘船一定要准时出航不然我到达不了。那个时候，那个培灵会开天窗了，真的是糟糕了。但是这位船长有点不甩他，说：“你懂什么？开船是我在决定，什么是你在开，你在决定。到处都是云雾，你怎么开又没有导航设备，那个时代。其实我对航道很熟悉开出去一定危险，不行。但是这位乔治的牧师他是凭信心的嘛，他的孤儿院供应都是用信心来的他就跟他讲说：不要怕，不要紧张。你船长看到全海港都是云雾，但是我看到了上帝的双手在那边准备要把云雾拨开。这个船长更不以为然。以我的经验，你怎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船长没有这样的信心啊，所以他就邀请船长说：“我57年来每天服侍神、祷告神，与神见面，从来没有失误。我们到船舱里面，驾驶台，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船长就说：“不可能啊！你看大雾弥漫，眼前都是雾，还是雾啊？哪里有神啊？”用这个尝试来回答他。但是乔治的牧师就邀他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神给我应许，他要决定这件事情。”他的祷告文是这样讲，他说：“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从英国来，就是为了要去魁北克带领培灵会，现在坐不开船，就无法准时到达，也不能传讲信息，请让这大雾消散吧。”这样子。最后又说：“相信主必垂听我的祷告。”这样。然后他跟船长说：“现在可以开船了。”那船长越想越觉得很稀奇，说：“哎呀，怎么有碰到这种人呢？讲这种话不可能啦！云雾怎么马上会消散呢？”但是乔治穆勒就这样讲说：“你把那个船舱的窗户开起来看看。”果然奇妙的事发生了。当船长把那个窗户开起来的时候，惊人的事发生了。因为在那个短短的祷告当中，云雾都消散了，还有炙热的阳光照下来。哇，这个船长真的无法相信，说竟然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他只看到弥漫的大雾，但是乔治穆勒牧师却看到神，这是他亲自经历的故事。那我们也从这个故事看见亚伯拉罕就是遇到像这样子，云雾在前面，他到底走不走？弟兄姐妹，可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生命经历有看到这3点。第一点，要有属神的思想，是要先顺服的功课。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他因为对神没有顺服，所以自作聪明到埃及去，他迎来了很多的屈辱。第二个，有属神的思想是靠主的应许。我们知道说，他们回到迦南地，那因为在埃及已经有一些成长了，所以他们的财产跟人丁就越来越大。来到了迦南地之后呢，哇，因为土地有肥沃的地方、有水的地方不多嘛，所以当时他的侄儿叫罗德，他们的家业也增加了，所以两方的不论是奴隶啦，或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啦，大家彼此为了抢夺水源哈，或是哪一个地方比较好，就会争执起来。通常各为其主嘛，我有我的任务，你有你的任务，大家会争执起来。这个时候，感谢主，亚伯拉罕开始用神的思想，他知道用人的方法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怎么说呢？他就在决定要分家了要分家了。怎么分家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跟罗德来讲说，我们不可纷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让罗德一步，以信心的表达，他不再以人的角度来看环境，而是以神的角度来看。他真的这样子，就让罗德来选。这个时候，罗德就是用人的思想。哎呀，索多玛、蛾摩拉那边遍地都有肥沃有水源，当然是要选这个啊。我的叔叔他竟然要让我就选这个啊。从人的角度，他又聪明又厉害，那就选了。但我发现后来，罗德遇到了这个索多玛、蛾摩拉被毁灭的事，还好后来亚伯拉罕还再重新接纳他，不然的话整个家族都没了。这个时候看见，亚伯拉罕有成长了，他知道用人的角度即使肥沃的地方会被消灭，但他竟然他自己所选择那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神竟然祝福他，让他们人丁啊，这个所养的羊群啊更大更丰盛。所以
最后他碰到的就是属神的思想应许成就。因为神在亚伯兰85岁的时候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刚开始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成为大国。”成为大国连孩子都没有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又遇到同样类型的一个失败，一个成功。失败是什么呢？他自己认为说神给他的祝福要他的这个子民很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一样，那至少要有一个开始嘛。竟然他听了他太太的话，我觉得他的太太老是出快主意他竟然跟他讲说：“既然要有孩子我们现在好像不能生，干脆我们这个夏甲就是他的那个女仆让给他，让他跟他生孩子。”后来就发生了，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是发生了，他生了一个叫以实玛利，娶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以为这样就是神的应许，其实跟神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我们也都知道，今天以色列人跟哈马斯、跟阿拉伯人战得你死我活，原始的起因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跟这个以撒的后代争执嘛、争夺嘛。这故事成为我们人的一个很难解的题目到现在还打得更越来越严重。弟兄姐妹，我们在回想说，如果当初亚伯拉罕不听他太太的话，不要生下以实玛利，会不会今天就没有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不是先知了，不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亚伯拉又在这个地边遇到一个错误，运用人的思想，以为这样好像帮忙上帝实现有孩子、有子孙，但神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所以后来他们神才真正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再来呢，神又给他一个功课了，孩子好不容易长出来了成长了，上帝竟然说把你的孩子带来献给我。哇，又来一个考验，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他带孩子以前呢，献祭就真的好像杀牛杀羊一样，把它宰了，然后献上祭坛呢，要火烧怎么办？我这个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竟然要献给神。不过这一次亚伯拉罕他知道神的意思了，所以他就勇敢带着孩子到山上，要献祭的时候，神竟然赐给他一只羊一个羊让他来当献祭。然后这个时候才成就了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的最高峰。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说，一个人要成长、要茁壮、要成为信心之父，不是平白得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是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有成功有失败，让你去修错，把那个错误把它除掉，让你更合乎神的思想。那这个是要靠信心，要靠你跟神的关系，要祷告，要灵修。我期待我们互相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是成为一个抓住属神思想的人，因为天国的法则就是选择属神思想，属神的观点。因为你要有一个确信，我一旦顺服了神，不是代表你会损失了，不会损害了，反而是降服、委身、顺服这个信心的表现，我们才能够超越人的经验跟理性，拥有这个复活的信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所有他的跟随的学生，所有跟随他的一个跟随者，完全都失望透顶了。但是竟然是复活的主耶稣带了全新的改变跟信心跟盼望。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每一个人都要挑战。但是一次一次的印证，一次一次的看见神的应许，你就信心会更大。就像亚伯拉罕，慢慢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所以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开发属神思想就是属神思想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变化莫测的社会当中，一直走在神恩典的道路。那
也营造丰盛的生命哈。那我们都知道，要追求这一个丰盛的人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正确属神的思想，因为你这样才能够拥有丰盛的生命。换句话说，你努力是应该的，但是出发点开头要选择属神思想。我们复习过箴言24章23节，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这在提醒我们，你用各方面的努力、花时间、花劳力，本来就应该，但是如果出发点不对，那就一切都枉然。那有几个重要的思想，要成为我们属神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拥有正面的 positive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有事情有坏、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但是我就站在正面的，我不要被负面思想所笼罩，因为这个充满希望的思想，就是依据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因为我们人的思想是活的，对不对？你看到一件事情，你都会先想好跟坏，成不成功，可不可能，有没有效，我们都会一直衡量。但是当你宣告说，如果是神的旨意，这个我必定能成功，我必定能正面的去迎接它。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学习的。罗马书8章28节。他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读了第二段经文，他说：“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按照他自己旨意的呼召的人都得益处。”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应许啦。他就是说，你可能用人的判断或人的经验，或是前辈的告诉我这个路不可行。但是当你是爱神的，你是遵照神的旨意，神会让坏事变好事。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因为我们可以经历到很多原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原来就是无法成就的事，因为你遵照神的旨意，爱神，用神的思考，那你就会得益处。这个是圣经罗马书给我们做的应许。第二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说：“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对我的做见证。”爱神的人会得到大大的益处。第二个是，你求圣灵跟你同在，也会有能力去克服那些负面的，原来失败的事变成功。第三段，腓立比书4章13节说：“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的环境。”基督徒所以会有正面的思想，不是人讲戆大，有没有听过？戆大就是看嘛，唔知危险，是因为你知道，明明知道这个危险困难，我可能靠自己没办法。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就像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乡，因为他知道有神可以依靠。基督徒在面对很多我们现在在座的年轻人，有时候在事业上、工作上有很多瓶颈需要突破。当你祷告说这个是神给你的，你就勇敢的去迎接它，因为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们有积极的思想，借着耶稣所赐的力量，我们什么都能够适应。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就有能力去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般的正面思想的一个帮助，因为十字架的大能克服了一切不可能。第二个是拥有积极的思想。当你有计划目标之后，不要想失败，要思想成功，因为神会帮助我们。意思是说，一件事情你都会评估嘛，但是有人是先想输了，不想赢。但是你要想说，如果是这是神的旨意，他要帮助我。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就是安德烈他遇到耶稣在旷野，在山坡讲福音给5000人。那个时候已经傍晚了，突然间他先是跟腓力说了，他的学生腓力说：“我们从哪里呢去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个时候腓力他是负面思想的，
他马上按照他的经验判断，他是消极的。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是人之常情嘛。你的判断跟我们判断大概类似。那么多人怎么可能一下子有饼可以吃呢？但是他同样问了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有积极思想的人，他知道靠人的办法是不可能，但是他知道有神可以依靠，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一定可以喂饱，所以他就勇敢的带了一个儿童，一个小孩子。他说这个小孩有5个饼2条鱼呀，5个饼2条鱼。一个有积极思想的人，5个饼2条鱼也不够啊。他知道耶稣够，耶稣够。所以呢，圣经的神迹就发生了，不仅喂饱了5000人，还剩下了12箩筐啊，要剩下12箩筐。人生如同在旷野，面临各种生活的考验，但是有积极思想跟负面思想的差太多了。有人天生有那种思想，如果你觉得老是觉得负面的，你就要跟神说：“神啊，除去我这个负面的思想。”但是你需要有验证，而不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拱大就随便乱来，以为说这个就是神要应许的，其实不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第3经文就这样说哈，马可9章23节说，耶稣说：“你说你若能，其实有信心的人，什么事都能。你若能。”我可以，我可以的。当一个职员在老板面前，老板说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做？有人会讲说：“啊，不可能啊，资金不够，我们的研发还不够，不可能啊。”但是有积极思想会讲说：“老板，努力看看，有可能哦，试试看。”态度不一样，那结果就会不一样。第3个是有创意的思想。拥有创意思想的人和国家一定会发展。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摊子，因为他不能行动，耶稣有一次在一个会堂里面教训人，很多人喜欢来听他讲道，整个空间都挤挤满满的，连门都塞满了。这个摊子有4个朋友，他想说：“哎呀，这次耶稣来哈，如果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我们的朋友就可以站起来了。”但是看到这个大门，他们用一个褥子把它拎过来，哇，门进不去，太踊跃了。但是有创意的4个朋友，他们想到古代的犹太会堂屋顶是可以拆开的，可以拆开的。他就想说，既然门不能进去，我们就拆屋顶吧。因为他在热闹，他也不知道在楼上干嘛。当一拆的时候，开天窗了，他们就用绳子绑住这个褥子，把这一个摊子降下来。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让这个摊子得到医治。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创意的思考，创意的思考。我们教会迎接50几年哈，哇，我们邀了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各种小组啦，各种办这个庆典的一个筹划。我们真的很需要很多创意的人呢。我们现在思考什么呢？能不能帮忙想教会50几年有没有什么 slogan 啊？哪一句话一讲哇就知道说这个是互相的精神。有没有人可以画出一个互相教会50几年的一个 logo 一个图？看着这个图哇充满了信心。我们就需要这些创意的人。那大家一起发想。还有2年马上快到了。有另外一个故事就讲到说，一个民国首富啊，叫做黄义柱，他一个创意的故事，让他成为原先是一个剃头的师傅，变成当时的民国首富，等于就是民国时代啊。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哈，就是说他原先在福建那个地方。应该是在厦门那个区域，在鼓浪屿那个地区，他年轻，他当一个剃头的师傅，挑一个担子。我们知道以前的剃头不像我们理发的，他是用剃头的，他就是
挑个担子倒过去啊，有人要剃头，因为我们知道清朝时代啊，要绑辫子嘛，额头要刮那个剩下的头发这样子。有一次呢，他不小心呢，把一位有钱人用剃头刀把他刮破一个伤口，哇，那个财主气得要死，就棒刁呛瞎，说有一天要找你麻烦了，你竟然连这个师傅也不会，把我的额头把它割破了，哇，就给他威胁。这位黄义柱看来就觉得很失志因为连糊一口饭吃都要遇到这么威胁，那怎么办？他竟然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们能不能把家里那一小块地卖掉？我要带钱跟我的一些乡亲跑到南洋去发展了。因为那个时候在福建地区、广东地区，很多人到南洋、马来西亚啦、印尼啊去发展。他妈妈知道说，哇，这个孩子留在这边也不是办法，老是被地头蛇压迫那不得了，他就真的把地卖掉，让他带去。然后他到印尼因为那边很多华侨在那边，他也在那边继续重操旧业，也是挑个剃头担子到码头附近，有人要理发啦，或者是剪发，就让他帮忙。他有一个乡亲也在那边，可能住比较久一点。有一天他来跟黄义柱说：“啊，义柱啊，你想想看你这个剃头担子有没有客人一天来给你理3次的？”说哪有可能啊？一个月来1次就已经不得了了。他说：“你看隔壁这个挑的咖啡蛋的那个卖咖啡的，一个人可以一天来3杯啊！你想想看，哪一个比较容易有赚钱？”这个黄义柱真的也很聪明，他说：“哎，对我再怎么功夫好人家也不能老是让我理发他就决定改来卖咖啡啊。那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他很殷勤，因为我们知道印尼当时被荷兰的殖民，所以有这样喝咖啡的习惯。他开始卖咖啡，哇，卖到一定程度慢慢有赚钱了。后来又碰上我们说运气也有关了，他后来刚好碰到1914年的第1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全世界物资非常，大家抢着要，因为在战争嘛。他竟然发现说，哇，那个糖到处别人都在抢，所以他就赶快去把糖买过来，然后卖给那些物资，哇，他就赚了第1桶金了。反正故事就我们所讲的，一个小小的意念的转变，创意的思想，让他成为民国首富。后来他大赚战争财，什么都有。后来他知道说寄人篱下不行，他就回到中国了。然后在鼓浪屿那边盖了好多别墅就是到现在还很多人在参观，变成一个古迹了而且他还跑到了那个中国当时最热闹的上海，他知道说，又有一种创意，他竟然跟当时的就是我们的军华那个时候军华歌剧嘛，跟他们讲说，我能不能创办一个银行来帮助这些百姓，所以他竟然得到当时的军华的同意，说让他的银行叫做中南银行，能够自己发行货币他当然做了很多社会公益嘛，他就当时听说在民国时代是最有钱的一个首富那我们讲这个故事，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小小的创意竟然能够改变他一个人生，从一个剃头的师傅变成一个民国的时代的首富。那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向神求智慧，让我们有创意的思想呢？雅各书1章5节说：“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向上帝祈求，他会赐智慧给你们，因为他乐意丰丰富富的赐给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缺少智慧，要向上帝祈求？这个是会让你走出困境，一念之间，思想一转，你发现你的潜力无限。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一个拥有生产性的思想。
所谓生产性，就是想说我们很多思考、很多事情在做，有的是没有用的，做完就过去了。但是有的是会产生连锁效应，是会成长的。其中一个没有生产性思想，就是我们常常埋怨、叹息，或是过去被谁所误了，还留在当时的怨叹当中，那些都是不是生产性的思想，这个会浪费时间、物质跟力量，这个就是非生产性的思想。我们现代人遇到一个常常碰到的非生产性的休闲，就是电视、媒体以及我们所谓这些3C 的用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时间会把它绑住。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有13个州啊，13个州不得了哈，他们包括首都华盛顿，他们起诉要告哪里呢？告那个 TikTok 抖音，然后抖音呢害我们的孩子天天沉迷在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生产性的思想，就是光看那个好像一时的，好像吗啡一样麻醉了，就没有什么生产性的思想，或是有正确的学习。他们准备可能要控告 TikTok， 就是不能让那些年轻人下载那个软体了，因为太沉迷了。我们台湾这边好像有人在看，但是还没那么风行了哈。美国听说很厉害。那我们看到说，连美国都意识到年轻人被这些不能生产性的东西所控制，那对下一代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思想，属神思想就是眼睛看不见的财产跟资源，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善加开发这个资源，我们才能够享受真的是丰盛的人生了哈，一个生活被神所祝福。我们期待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借由你跟神的关系，我们说来教会、来小组一起分享、来灵修、来祷告，是要你让更接近属神的思想，将人为的思想能够跳脱，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们一个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啦，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依靠。所以我们对心中我们常存有这个罪啦、死亡啦、失败啦、咒诅啦、贫穷啦、疾病，我们要宣告是靠十字架的恩典，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程度情况多少，但是我们在靠十字架的恩典思想中有正面的，刚刚讲这4种思想：属神的思想、正面的思想、积极的思想、创意的思想，还有生产性的思想，这个是属神的思想。期待我们基督徒的自我形象能够这样的建立，我是属神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在这个整个大社会里面，你会发现你是唯一独特的，是因为你有属神思想，而不是说我的学历比别人高，我的社会地位比人高，我的经济比人好，这些都不是最大的依靠，是因为你跟随了神，走在一个丰盛的道路上面。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呼召，也一起来做祷告。这首诗歌是我们在周报里面有写丰盛的应许，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思考圣经给我们的学习。我们坐着唱就好。仰念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让我在你的手心，你的心去，你用生人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这一页再唱一次。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弟兄姊妹，我们做几项来攻祷。第一个，我们跟神祈求说，经过这3个礼拜，我们一起分享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求神让我们细心来寻求属神的思想，成为一个得着丰盛生命、幸福的思想，得祝福的思想。第二个，我们为今天敬老会重阳节，为每一位长辈祷告。家中有长辈的，我们提名为他祝福，求神亲自恩典跟他们同在。第三个，我们为教会推动的重要的事工，第一个，我们的幸福小组，还有福音茶会，我们为这些投入这些事工的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所做的能够被神所应许，能够得到丰收。第二个，我们10月27号举行长子改选，求神带领亲自拣选他所差用的工人，能够为神所服侍，为神所祝福。第三个，我们为教会一些肢体来祷告啊，我们有喜事哈。今天下午我们有龚寿文弟兄啊，瑞玲姐妹她的儿子龚承彦跟孟成仪要在台北举行婚礼，求神赐福他们，也为三林执事他的2儿子皮木环跟陈明宇姐妹要在10月19号举行婚礼，求神恩典跟他同在。我们也为教会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神亲自施下医治。我们也特别为今天下午我们要为王昭文执事举行追思告别礼拜，求神亲自安慰他们的家人跟家属，也让我们借由这个礼拜将恩典荣耀归给神，也让神的祝福保守、怜悯、平安在家人身上。我们也为自己所需要的再跟神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或是静默，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献上祷告。求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怜悯祝福，主让我们有属神的思想，有神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有神的形象，我们有基督徒的自我形象。也求你保守，让我们在中这些长辈能得神的祝福，身心灵健康。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所推动的幸福小组以及选举能得顺利，也特别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家庭有婚礼，求你赐福他们得神的祝福。我们也为身体病痛的弟兄姐妹现在祷告，求你亲自的医治，也为我们教会当中召完执事的告别式，求你亲自保守带领。感谢你，亲爱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之后，我们献上一切的代祷，求神亲自应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你的恩典保守祝福要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所有的祷告摆在你面前，求你亲自保守带领。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奉献。会众请起立，来唱奉献诗歌。
会众请坐。我们先请牧师补充报告。好我们在报告之前有2件这个事情特别的哈。第一个是我们要再一次赠送那个礼金给所有我们在现场的长辈，70岁以上的哈。那我看到第2堂比较少了哈，但是我们也要行礼如仪哦哈。那第2个等于就是我们在送礼金的时候，特别我们请要参选长职候选长职的，等一下到前面来，牧师一个一个要跟各位做介绍，让大家认识他。我看在场有马教授夫妇，还有苏令姐妹的妈妈在这边请你再站起来。还有这边有没有70岁以上的？有吗？在楼上。好，好，拍手，祝福他们。那这样我们就请长职了长职来赠送还有这边有4个，哇，这边站起来就看到了这边还有李教授还有我们的医师限量医师。好，你们拿到礼物再坐下来如果已经领到了就先坐下，没关系。好，那有没有在场的来宾？你是客人，但是你也是70岁以上虽然没有名单，但是我们可以送一个小礼物给你，有没有？现在70岁，而且是今天新来的朋友，有新来的朋友吗？我们请同工去做一点那个探查一下。好，没关系。如果你没有你的名单，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礼金都有印的名字啦如果没有，表示说今天是客人，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小礼物给你。好，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坐下。这个时候我要来介绍，你看他已经应该有名单了来，对吧？这边有一位这边有一位。好，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年要参与这个长职选举的我们请同工来预备好不好？请同工来到前面来，要受选的名单都到前面来，可以吗？来，我们请贴那个长职选举的来，那我一个一个叫，你们就跑到前面来好了啦我们有长老候选人有4位，一位是林清长老、钟杰长老、泽荣执事、陈佑长老，3位在这边了好，我们第一位林清长老举手一下。他是这个任满这个轮休第2位是钟杰执事2号。他是有长老候选的资格啦第3号也一样，泽荣执事也是受选资格有候选资格。那第4位是正好是陈佑长老他今天下午的告别是在张罗忙，我们下个礼拜再介绍好，我们给3位长老鼓励一下，是不是好，带执事到前面来，执事请到前面来，我一个叫第一个是林继平在哪边？继平，好，来，继平在这边，1号，1号继平林继平弟兄他是属于那个激励激训还是激励？激励小组来，廖秋平执事来，都站出来没关系的，站着，大家陪伴一下。廖秋平执事他是退任候选这已经当过执事候选。第3位苏敏队长他外出。第4位是王建伟弟兄，建伟弟兄他是在喜乐小组了今年也担任副长喜乐小组，也担任那个我们的敬拜团，还有包括刚刚季平、邱平他们都是敬拜团的同工。第5位也是钟杰之再一次，所以他等于同时具备长老候选跟执事候选第6位李文老师外出了第7位韩启志小组长来，启志小组长他是保罗牧区的。再来是金晋吉弟兄来，也是激励小组对不对？激励小组他也参与我们的那个影音的服事。来，素文姐妹来，她是属于西道小组对不对？西道小组他也参与了敬拜团的服事。龚硕文老医师他下午要娶媳妇了不在。吴志宏弟兄
啊，他早上第一堂有在这边哈。志宏弟兄他是在我们的密侦小组哈，有参与很多服事。第12位是陈子坚执事，子坚执事哈。他有执事的身份呐，就是就轮休哈，轮休休息有受选。第13位是慧兰小组长，林慧兰小组长，也是保罗牧区的慧兰小组长哈。第14位是我们张子兰执事，也是子兰小组的小组长他们这些都是一时之选，但是请记得那一天只能选4个所以好好祷告。先登记，看谁是你神要你选他的。我们再次给他们热烈掌声，好不好？谢谢。好，请回座，请回座，请回座。那下个礼拜呢，另外3位我们再来补介绍了哈。好，剩下的介绍时间，我们请佩妮执事来。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2次。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章15节，请再一次。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章15节。报告，请翻开周报。下周主日由曾瑞平牧师主理。其他敬拜服事同工，请我们自行来参阅。接下来，请看第4页。今天是松年主日和重阳敬老会，感谢松年团契同工参与服事和献诗。2，下主日召开定期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3，本会定于10月27号召开临时会员合会，举行下年度长职轮休改选，只有1堂礼拜。今日将正式公布候选人会员名单，预计选出长老2名，执事4名。婚礼和喜事的消息，下周6，本会皮木生弟兄和叶善莹执事之次子皮木凡弟兄与陈明宇姐妹会于本会举行婚礼，欢迎兄姐到场观礼并献上祝福。丧礼消息，本会故王昭文执事入殓及火化礼拜已于昨日完成，定于今日下午2点在本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邀请兄姐留步参与。门徒培育事工牧区团契消息，请我们自行参阅。接着我们看第6页，请确认奉献的内容，如有出入，请洽财务的同工。接下来我们请夏牧师补充。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两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来欢迎他。第一位是杨杰志弟兄在哪边？我们欢迎你，来，杨弟兄，欢迎你来参加。他是从台北来的，对不对？欢迎你来参加谢谢你。第2位是廖杏珍姐妹，她是我们的乐活营的 best 他是我们在密侦小组办的这个幸福小组的 best， 欢迎他还有没有介绍到的？有没有？不要客气，让我们认识你。好，感谢主好，那刚刚我们的佩妮执事已经报告很清楚，我做1-2点提醒了第一点是下个礼拜有主日学主日下个礼拜所以呢我们有小朋友。今天是松年，下个礼拜是小朋友，真的很好，2个刚好对比那我们一起来为主日学的事工来线上祷告那有关那个选举的，当然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有2点还是要请大家配合。第一个，我们请小组长或是弟兄姐妹帮忙，这些名单里面，我们上个礼拜有刊有印在周报里面现在是贴在我们的1楼那个公布栏。如果有已经外出不在台南的那一天不能参加的，你可以把它列出来，交给我们的干事，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事叫做不可抗力。但是你本来就是在这边，刚巧那个礼拜你不能参加，你也把它列入请假，因为我们长老教会一个
特别的制度，就是选举一定要过半数嘛，人数要过半数啊。如果我们的人数太多，要过半数很困难，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前置作业，把请假的不可抗力先把它扣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会的哈。所以那一天我们就1堂礼拜哦，要从8点40就开始，因为后面的选举时间会拉长啊，请大家一起踊跃。我觉得我们的教会选举的风气很好，文化很好，大家不会乱跑，不会离开。虽然受选的只有14个要参选啊，4个长老，但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很热闹哈，觉得很好，气氛很好。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这一次能够分成6组来开票，很快把时间压缩哈不会让他们等太久。这个是请大家来帮忙配合哈另外一个提醒了哈，就是我们下午2点要举行这个召文执事的追思告别礼拜。等一下礼拜结束，马上这个会场做多一点整理跟布置。如果你要参加，我们可以到楼下3楼去吃个简单的午餐哈。分量够不够不知道，但是只要不用再多跑了哈，应该够我们吃完午餐也帮忙预备哈。那保罗就是我们约书亚牧区要配合各方面的服事请大家为家属祷告，一切都能很顺利哈请大家有留下来的，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这样做补充，谢谢。颂荣会众请起立，唱《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后，我们请夏牧师主导。我的神，我的王啊，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我们的长辈松年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我们的诗琴是加入诗琴行列的，我们是吴大伟弟兄，他在一边弹琴，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大伟弟兄，好，大家彼此互道平安。我们下午2点有告别式，如果参加的留下来哈，谢谢。